拜伫休热时，就有真侪夏令营。即马有剧团伫今年8月份的时嘛，专门设计要互国校啊、高年级的学生囡仔参加的人权历史夏令营。要带这囡仔做伙去国家人权博物馆、国家档案局这所在去听导览、听故事、听音乐，要用无共款的方式，互囡仔做伙来认识咱台湾的民主和人权的议题。有人讲伊爱介意食咖啡，有人讲伊电脑拍字这毋是电脑，是用拍字机。营队带囡仔参观展览用基金会，看当年内容自焚的现场，了解台湾追求言论自由的故事。这是乐利亚剧团去年办的营队，原来今年暑假因原来要为囡仔办人权历史夏令营。即摆阮想要讲更较侪台湾人物的故事，也是讲民主的过程，希望吼较大汉的囡仔会当思考，去甲共年岁人交朋友，做伙讨论安尼。乐利亚剧团今年暑假拍算要带囡仔做伙去国家人权博物馆、国家档案局等等听导览，嘛透过绘本、音乐、各有戏剧的方式，带囡仔了解地方文史、白色恐怖和民主发展的过程所发生的侪人权的故事。阮会带因去足侪无共款的所在，头拄仔已经有讲嘛，过来就是阮嘛有找我有一个好歌手的朋友，迄个时阵因为伊常常用人权。放伫伊的作品内底，我嘛请因来现场，甲大家分享讲伊是安怎思考。目前团队也正在讨论活动实际要安怎进行，希望夏令营毋是干那趣味就好。因认为10外岁囡仔已经拢有法度参与深度的思考互动啊。今年人权历史夏令营拍算要邀请10岁至12岁囡仔来参加，希望和囡仔做伙来认识台湾的民主和人权议题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